台语今天当，愈讲愈能当。大家会面。台湾小姐。前一阵仔吼，中华有一个农场吼，伊传出讲吼，有上百只迄种鸡鸭，红太食落饱。转当真惨重，迄个时媒体咧报道的吼，伊无先抄先测，就先用在地农民的讲法，讲是吼台湾高山吼四界生团吼，才会危害到这个鸡鸭的生存。甲因的颔棍啊，搞断安尼。嘿，啊，佮吼甲因的巴肚。安尼破，嘿破开，啊，家己迄心肝吼，拢甲乌出安尼。敢是真正安尼？其实吼，咱对台湾高山啊吼，佫有做者观念需要甲配合清楚。啊，毋过其实即个台湾高山啊吼，伊是就值得咱保育的一个物种，是因为讲吼，伊是台湾的原生种，长久以来一直拢是伫个即个保育类的即个动物内底。是。一直到即个2019年1月，伊才为即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名录内底除名。啊，伊伫个高雄的茶山、台东的东河、台北的草山甲天母，啊，佫有台南的南华，拢有伊生团的分俩安尼。啊，毋过吼，自从咱常常会听到一寡，也是讲咱常常会看到一寡台湾高山仔的影食了后，你不时就会听到佫有人类甲高山仔发生一寡冲突安尼。咱徛伫个人类的角度吼，可能就是讲吼，作家底下内底第一件物件，伫个稀稀疏疏的时阵吼，搞会去甲你抢。咱若徛伫台湾高山仔的角度来看吼，有当时啊吼，就用误会伊是一个吞大迄种农作物的原乡，啊有当时啊吼，因就因为安尼不幸互迄种寒性也是毒药去危害着，所以吼要安怎互人类甲台湾高山仔的关系有较好一点嘛？这是有关团体吼做拼来咧宣传的一个议题。像讲台湾民教共存推广协会，伊的秘书长林美吉，伊就足要义去宣传人类甲台湾高共存的这件代志。啊，针对这个前一阵仔中华农场这件代志，伊嘛出来背会哦。伊就讲吼，台湾高虽然讲吼，伊是一个杂食性的一个动物，啊，毋过伊罕会去掠鸡啊、鸭这的小型的动物，啊，佫较免讲是家人的阿妈棍啊、夹好长，还是讲家人跳开啊安尼，无符合伊的习性，所以。这个媒体吼，真正是袂使去黑白药啊，黑白根据这个民众伊的想法，还是讲摕来用啊，摕来用，伊应该去问专业的人士。啊，佫有另外一寡新闻，就是讲吼，你伫外口咧佚佗的时阵吼，你若拄着高山啊，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什么款的方式去来应付？要毋过吼，伫新闻内底吼，伊煞甲讲说吼，迄个台湾狗吼，伊现出喙齿，伊发出带有怒气的一寡叫声的时阵，伊甲当做是咧叫歹头。要毋过其实毋是安尼哦，针对这款讲法吼，美因秘书长吼，伊就甲背回几点啊。台湾狗若有这款威胁的行为时阵吼，咱就要注意几点。伊就是一个警告嘛，一个警告的标示。啊，头一项咱爱注意的就是吼，咱的嘴爱合起来，因为有一寡人吼，伊若看到迄高山啊出现伫咧路边，伊就会可能是因为惊吓，还是讲惊喜，安尼狗啊，这个。啊，毋过安尼你安尼叫吼，顶多是会甲迄个高山啊，伊就惊着。啊，所以吼，咱上好的做法其实是，咱就是拢莫出声，这袂去引起一寡人类甲台湾狗的冲突安尼。第二爱注意的吼，就是讲吼，台湾狗伊也一定出现这种威胁表情的时阵吼，咱就毋通甲它掠咧近看。咱事实上吼，若是远啊看到高山啊，安尼是会使啦。要毋过吼，你毋通一直甲引，你若一直甲引吼，你就会互伊感觉伊会紧张。所以吼，咱拄着这款情形时，咱就赶紧离开，嘛毋通甲赶。啊，你若当作甲赶吼，就会造成人狗佮出现冲突。有时阵吼，民众去佚佗时阵会去山区，啊，看到这个台湾狗。啊，毋过其实伫咧平地嘛是会有台湾狗的出现。所以讲吼，要安怎参与相处，实在是一件需要大家拢爱知影的一个知识。啊，既然咱拢已经分享这个观念嘛，所以咱就袂使干那是用口号来去做应付。咱其实是爱等到去详细说明，互民众知影讲，若真正拄着台湾狗，要安怎应付才较好安尼。除了人类拄着台湾狗一寡真正咱爱注意以外吼，其实台湾狗有一寡趣味的习惯吼，咱嘛会使来了解。像讲台湾狗吼，伊会挽回来食，所以咱拄则头前较讲吼，台湾狗伊是杂食性的动物，像迄吼花枝啊、花蕊啊、枝叶啊，伊拢会甲挽来食，甚至有当时啊吼，伊会掠迄汤拖，也是讲吼鸟仔卵来食。这是因为吼，有当时因会需要补充一寡蛋白质的时阵，伊较会去做这件代志。咱拄则有讲到专门在宣导这个台湾狗知识的台湾民狗共存推广协会啊，伊就会去针对台湾狗去分享一寡足趣味的知识。啊嘛会讲吼，有时阵伊会用这个台湾狗去相片做一寡台语文的教学。啊，长久以来啊，伊嘛真注重向囡仔这缘来定睛，啊希望向这学生囡仔来推广台湾狗的生态教育安尼。所以因就有一寡相关的活动。
亲像最近啊较要紧的作品，就是讲吼，伊有推出一寡绘本，是适合囡仔，还是讲亲子会使共读的，希望会当有适合囡仔的内容，互因知影了解讲吼，即马台湾狗的保育拄着啥物款的议题安尼。我了解台湾狗的台湾民众吼，可能就会感觉伊就是一个破狗。爱抢食，煞毋知影讲吼，咱甲放旱青啊，甲坑道啊，甲偷饲啊，佮甲苦毒啊，这拢是会造成台湾狗生存的一寡困境。毋过这个绘本吼，伊是用较温暖的角度，设计足侪无共的迄种交流的角色，用古锥的形象来引带囡仔吼进入这个台湾狗的世界，甚至吼伊有设计其他的周边产品，或者的买的人吼，较会当起来保守这个收藏。就是希望吼，咱的囡仔有遮的生态教育的资源。啊，会使当作是未来推广的经济安尼。其实咱大人嘛是骹无爱地互我去了解台湾狗的一寡习性啊，伊的惯势安怎的，才会使知影讲吼，我们要安怎甲遮的台湾狗相处安尼。是啊，这我有经验，因为以前吼我捌去采访过林美莹秘书长，秘书长吼伊带阮去的时阵吼，沿路爬山的时阵吼，其实有足侪只狗，啊你也好好啊，甲伊相处，慢慢安尼行吼，伊是袂对你有啥物攻击的迄个动作。啊，毋过你慢慢啊，甲伊相处，啊，甲伊安尼有一淡薄感情起来，伊甚至吼会爬去你的身躯顶，甲你佚佗。因为我去的时阵看到这情景的时阵，我感觉足感动的，因为人狗咧做伙生存是有可能会发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只要你知影。伊的习性是啥物，可能会受到惊吓，一寡动作是啥物，你也去注意着，安尼其实就会当达成人狗共存这个代志。安尼后会这时间继续收看《大英之间等》，拜拜。